新巴嘅18號線曾經係新巴非常之重視嘅路線，但係因為西港島線嘅開辦，新巴曾經想將呢條路線係取消服務嘅。喺受到鐵路競爭之下，呢條路線一度大幅削減服務時間同埋縮短路線。但最終喺近年嘅時候，呢條路線突然間翻山，重新變為一條全日服務路線，亦都重新延長翻去堅尼地城佢原有嘅總站。今次我就想同大家一齊搭下呢條路線，一齊體驗下呢個車程到底係點樣啦。我今次乘搭嘅班次呢，就係下午2點15分由堅尼地城卑路乍灣開往北角健康中街嘅班次啦。首先喺總站呢一度咧就上咗我一位嘅乘客啊。其實正常咧係卑路乍灣呢一個嘅總站咧，不嬲都上得唔多客嘅，因為呢度其實比較遠離咗堅尼地城嘅市區位置嘅。咁首先我哋呢條路線咧就會入翻去堅尼地城比較核心啲嘅位置，去兜一個圈上下客線嘅。呢條路線首先就會進入咗西長街啦，然之後咧喺西長街右轉進入卑路乍街，再右轉進入荷蘭街。喺離開咗上個巴士站4分鐘後，喺下午2點19分就抵達咗荷蘭街嘅巴士站。咁呢個站咧就冇任何乘客上車，咁總客量維持不變，都係喺1位乘客。之後呢條路線就會喺前面咧係右轉進入堅尼地城海旁啦。咁喺1分鐘後咧，下午2點20分咧就抵達咗西長街嘅巴士站。喺呢度就上咗2位乘客，而家總客量去到3位乘客。然後我哋咧都係繼續咁樣直行啦，再喺1分鐘後，下午2點21分抵達咗歌連臣街嘅巴士站。喺呢度咧就上咗2位乘客，而家總客量去到5位乘客啦。之後我哋就會由堅尼地城海旁咧進入翻德輔道西啦，再喺2分鐘後，下午2點23分抵達咗堅尼地城游泳池休憩處嘅巴士站。喺呢個站咧就冇任何乘客上車，所以總客量維持不變，都係喺5位乘客嘅。然後我哋繼續沿住德輔道西去行駛啊，同樣地都係喺下午2點23分抵達咗山道嘅巴士站。喺呢一個站係冇任何乘客上車嘅，所以總客量維持不變，都係喺5位乘客啦。然後我哋咧都係繼續沿住德輔道西去行駛嘅。咁我哋咧再喺3分鐘後啦，下午2點26分咧抵達咗嘉安街嘅巴士站。喺呢個站咧就上咗1位乘客，而家總客量去到6位乘客啦。然後其實以前我哋呢條路線咧仲要途經西區警署同埋正街咧，先再轉翻出去海皮去行駛嘅。但係由於正街嗰邊咧係塞車非常之嚴重啦，所以呢一條路線咧喺近期啦，喺2025年嘅9月7號起就已經改行咗水街咧去出翻去干諾道西咁樣去行嘅。咁所以咧以下呢段路段咧係近期改動嘅路段嚟嘅。我哋咧喺離開咗上個巴士站4分鐘後，喺下午2點30分抵達咗水街呢個巴士站，冇任何乘客上車，所以而家總客量咧維持不變，都係喺6位嘅乘客。我哋呢架巴士之後咧就會轉翻出去干諾道西去行駛啦。咁其實咧當初新巴咧就將我哋而家搭緊嘅18號線咧係包裝為捷徑王啊，意思就係咧佢比一般其他路線咧係會較為快捷少少嘅。咁點快捷法啊？咁其實以前咧絕大部分來往中區同埋西區嘅巴士線咧都係會行電車路嘅。咁而呢架18號線咧就會係轉翻出去干諾道西去行駛嘅。咁所以呢個位可以快少少啦。另外呢條路線咧係可以深入到灣仔北一帶嘅商業區啦，亦都係比較少嘅路線做到呢種功能啦。所以當時新巴咧就將呢條路線包裝為捷徑王啦，加密咗個班次，又提供一啲嘅優惠啦。當時候咧係吸引到好多乘客去乘搭啦，成為新巴條好重視嘅路線啦。當年新巴推出一啲嘅玩具巴士嘅時候咧，其中一架嘅玩具巴士係印有咗18號線嘅宣傳廣告，就係捷徑王嘅宣傳廣告啦。另外亦都有18號線嘅路線編號喺度啦。咁所以見到當時新巴係好重視呢條路線啦，甚至乎喺玩具上面咧都想透過玩具巴士去同市民做一個宣傳啊，推廣呢條路線。係啦，好，咁我哋咧喺離開咗水街1分鐘後啦，喺下午2點31分抵達咗中山紀念公園嘅巴士站。喺呢一個站就上咗2位乘客，而家總客量就上升到去8位嘅乘客啦。
然後呢，我哋都係繼續沿住干諾道西去行駛啦。其實行呢一段嘅干諾道西呢，應該都真係比行電車路呢係可以快啲，至少停燈少啲啦，同埋交通上呢係冇咁擠擁嘅。好啦，我哋呢再喺離開咗上個巴士站4分鐘後，喺下午2點35分咧就抵達咗中環港澳碼頭嘅巴士站，喺呢度咧就上咗1位乘客，落咗1位乘客，而家總客量咧就上升到去9位乘客啦。而中環港澳碼頭呢度咧喺幾年前咧係曾經係呢條路線嘅總站嚟嘅，因為西港島線嘅開辦咧，令到呢條路線咧要大幅削減服務啊，由堅尼地城縮減到咧去到上環就完啦。不過近年咧先係重新又去翻堅尼地城嘅。好啦，離開咗中環港澳碼頭之後呢，我哋呢架巴士就會 cut 到去干諾道西呢度最右邊嘅線，我哋呢就會重新進入翻電車路，入翻去德輔道中咁樣去行一小段嘅。咁呢條路線除咗可以深入到灣仔北嘅一啲嘅商貿區之外，其實中環嘅商貿區呢，佢都可以深入到嘅。咁但係咧呢一個位呢，就會令到呢條路線係有少少塞車嘅風險啦。你見到前面呢，都係比較塞車嘅狀態啊。喺下午嘅上環好多時候呢，都係一個咁樣嘅狀態啊。好啦，我哋最終呢，就喺3分鐘後啦，喺下午2點38分抵達咗位於上環嘅林士街巴士站啦。喺呢個站呢，就上咗3位乘客，落咗1位乘客，咁而家總客量咧就上升到去12位嘅乘客啦。其實咧，我以前咧都有搭開呢一條嘅18號線嘅，多數咧都係中午食飯時間咧喺林士街呢度上車咧就搭翻去北角鰂魚涌一帶嘅。其實由上環搭地鐵去北角咧就只需要15分鐘啦，而搭我哋而家呢一格嘅18號線咧就需要半個鐘以上啦。但係有陣時候我都唔需要咁快啦，我就係想有位坐，舒舒服服咁，所以咧當時候我都會選乘呢一格嘅18號線啦，因為咧佢係特別少人坐嘅，通常都有大量位俾你選擇啦。咁所以我係特別中意呢條路線嘅。當時候之後我哋咧就會繼續沿住德輔道中去行走啊，再喺4分鐘後啊，下午2點42分咧就抵達咗恒生總行大廈呢一度啦。喺呢一度咧就上咗5位乘客，而家總客量咧就去到17位嘅乘客啦。然後我哋同樣都係繼續沿住德輔道中去行走，再喺3分鐘後，下午2點45分抵達咗德記利士街嘅巴士站。喺呢個站咧就上咗1位乘客，咁而家總客量咧就去到18位嘅乘客啦。咁其實我哋睇翻呢條路線啦，如果你係由堅尼地城一帶咧搭車嚟到上環嘅話咧，大概就20分鐘啦。如果由堅尼地城一帶搭車嚟到中環嘅話咧，就25至30分鐘啦。咁就係大概一個咁樣嘅時間啦。咁當然比起港鐵咧就慢咗好多噶啦。所以如果你係趕時間嘅話呢，我建議你都係搭翻地鐵好過啦。咁但係如果你係有啲時間鬆動嘅，又想舒舒服服咁樣坐呢，呢條路線我覺得好適合呢類型嘅乘客嘅休閒派系嘅乘客啦。好啦，停完德記利士街呢個巴士站之後呢，我哋又會再次離開電車路噶啦。我哋呢又會出翻去干諾道中嗰邊嘅。我哋呢再喺3分鐘後，下午2點48分抵達咗中環嘅怡和大廈巴士站。喺呢個站呢，就上咗2位乘客，而家總客量去到20位嘅乘客啦。然後我哋同樣都係繼續沿住干諾道中去行駛，再喺1分鐘後，下午2點49分抵達咗大會堂嘅巴士站。喺呢度呢，就落咗1位乘客，冇任何乘客上車，所以而家總客量維持不變，都係喺20位嘅乘客啦。而其實喺呢一個位呢，絕大部分嘅路線呢都會轉翻入去金鐘道嗰邊去行駛嘅。但係我哋而家搭緊嘅18號線呢，就係例外啦。我哋喺前面呢係會直行夏慤道呢，去到去政府總部對出嘅。咁呢條路線呢，就係唔會深入金鐘核心地方呢，係行喺外圍嘅。咁而行喺外圍嘅路線就可以更加吸引到呢，喺呢啲外圍地方有一啲嘅寫字樓，咁嗰啲嘅返工放工客人呢，就有機會搭呢條路線啦。咁我哋呢喺3分鐘後，下午2點52分抵達咗政府總部嘅巴士站。喺呢個站呢，就上咗1位乘客，而家總客量上升到去21位嘅乘客啦。之後呢，我哋就會進入翻去告士打道去行駛啦。再喺1分鐘後，
下午2點53分抵達咗香港演藝學院嘅巴士站，喺呢個站就上咗一位乘客，落咗一位乘客，而家總客量去到22位嘅乘客啦。而我哋可以望到，而家係下午時間嘅告士打道係極度塞車嘅。咁其實呢一度嘅主要車流呢，都係為咗上堅拿道天橋嘅車流啊，而呢啲車流咧係一直延伸到去演藝學院嘅呢一個位啊。而我哋而家呢架巴士咧係行走緊喺呢一條路嘅最左手邊啦，咁所以咧其實相對上係冇咁受到塞車嘅影響嘅，最左手邊嘅線咧都係比較暢通少少嘅。好啦，我哋咧再喺離開咗上個巴士站3分鐘後啊，喺下午2點56分抵達咗入境事務大樓嘅巴士站啦。咁呢一個位同樣都係喺灣仔比較外圍少少嘅位置啦，能夠吸引到咧喺灣仔北一帶嘅返工放工啊，或者一啲商業嘅客人啦。咁喺呢一度咧就上咗6位乘客，落咗5位乘客。咁而家總客量咧就上升到去28位嘅乘客啦。而喺入境事務大樓呢度咧，就係今次全條線上得最多客嘅地方啦。好啦，然後咧，我哋咧都要繼續咧喺呢個塞車入邊咧去掙扎啊嚇。其實真係啊，你會見到咧好多車係逐步咁樣咧係 cut 到去最右手邊上堅拿道天橋呢一個位就係咁煩嘅。咁因為咧淨係得最右手邊嘅線可以上堅拿道天橋啦。如果你唔係上堅拿道天橋咧，係有一個方法可以避開塞車嘅，就好似我哋而家呢架巴士咁樣行啦。首先咧就行住最左手邊嘅線先嘅，咁一直咧去到啲堅拿道天橋啲車埋晒最右邊嘅線啦，你先咧再 cut 翻去最右邊嘅線，咁樣咧你就可以咧係避開啲塞車啦。因為我哋呢架巴士其實就唔係要上堅拿道天橋嘅，而係咧係要直去銅鑼灣嘅嗰一邊嘅。好啦，咁而咧我哋又可以講下呢條巴士路線咧喺最近咧都係有個改路嘅，咁啊同樣地咧都係喺2025年9月7號起啦，呢條路線咧其實本身就係會經銅鑼灣避風塘嗰一邊，然之後咧再出翻去英皇道嘅。咁但係而家呢條路線咧就會改經翻銅鑼灣比較核心少少嘅位置啦，咁就會去到咧銅鑼灣維園個位咧，再經翻高士威路天后咁樣，再去翻英皇道嘅。咁呢一個嘅操作呢，就希望係可以令到呢條路線咧係吸引多少少嘅客源啦。我哋呢最終喺離開咗上個巴士站5分鐘後，喺下午3點01分呢就抵達咗告士打道維多利亞公園嘅呢個站啦。喺呢個站呢，係落咗11位嘅乘客啦，咁就冇任何乘客上車，所以總客量維持不變，都係28位乘客。咁呢個站係一個今年2025年9月7號先新增嘅巴士站，都見到咧喺幾多乘客會利用呢一個站咧係去落車啦。咁而今次呢一個位咧就係全條路線落得最多客嘅站嚟嘅添。咁可能呢度咁多人落車咧，都係因為附近搞緊個展覽啊，就係工展會啊嚇。另外，就算你唔係去工展會都好啦，你係想去翻啲銅鑼灣核心地方，其實呢個站落車行翻過去都好方便啦。2分鐘內你點都去到皇室堡噶啦，5分鐘內你點都去到百德新街附近嘅位置。咁所以咧，呢一個站新增上嚟咧都係有意義嘅，我覺得嚇。好啦，然後我哋呢條路線咧就會出翻去高士威路啦，再喺1分鐘後下午3點02分。抵達咗維多利亞公園嘅巴士站啦，喺呢度咧就上咗4位嘅乘客，而家總客量上升到去32位嘅乘客啦。而其實咧留意到呢個時間，哇，好多巴士路線咧都係人頭湧湧，甚至乎本身一啲喺呢個鐘數未必咁受歡迎嘅巴士路線，例如去將軍澳嘅690號線咧，都見到佢係大排長龍嘅，咁可能真係一啲工展會嘅效應啦。而我哋呢條路線咧喺呢度都成功上到4位客人嘅。好啦，之後我哋咧就會繼續直行啦，然後再喺3分鐘後下午3點05分啊，抵達咗銀幕街嘅巴士站啦。喺呢個站咧都上咗5位乘客，而家總客量咧就上升到去37位嘅乘客噶啦。咁其實而家咧我哋已經係去到天后啦，越嚟越接近呢條路線嘅尾聲，反而咧好似仲越嚟越上得多客添喎。好啦，然後我哋咧都係繼續沿住英皇道去行駛，再喺1分鐘後下午3點06分抵達七海商業中心嘅巴士站，喺呢度咧就上咗1位乘客，落咗5位乘客，咁而家客量咧就上升到去38位嘅乘客啦。
咁之後我哋同樣都係沿住英皇道去行走啊，再喺2分鐘後，下午3:08抵達電廠街嘅巴士站。咁喺呢個站咧就落咗4位嘅乘客，就冇任何乘客上車，所以總客量咧就係維持不變，都係38位嘅乘客。之後我哋同樣都係繼續沿住英皇道去行走，再喺2分鐘後，下午3:10抵達咗糖水道嘅巴士站。而我估都估唔到咧，喺糖水道呢度咧都仍然能夠成功上到客。喺呢個站咧就上咗1位乘客，落咗1位乘客。咁而家總客量咧就上升到去39位嘅乘客啦，而糖水道呢度咧係最後一個有客人上車嘅巴士站啦。今次全車嘅總客量咧就係39位嘅乘客啦。咁39位乘客聽落就唔算太多，但係以一個非繁忙時間嚟講咧，都算係咁噶啦。而且39位乘客，相信咧呢個嘅人數，呢個嘅車費咧都係足夠呢一架巴士嘅營運成本嘅呢一轉嚟講。好啦，然後我哋咧就繼續咧沿住呢個英皇道去行駛，再喺3分鐘後，下午3:13抵達咗琴行街嘅巴士站。喺呢個站咧就落咗7位嘅乘客啦，咁同樣地都係冇任何乘客上車嘅。咁然後我哋咧就會再抵達埋喺英皇道最後一個嘅巴士站啦。我哋喺2分鐘後3:15抵達咗港運城嘅巴士站。喺呢度咧就落咗1位乘客，冇任何乘客上車啦。咁而家咧呢架巴士已經完成晒喺英皇道嘅所有巴士站啦。而呢一架巴士嘅總站呢，就喺北角嘅健康中街啦。要去健康中街呢條路線就比較轉折少少嘅。首先我哋就要由英皇道呢左轉進入翻去電照街啦，再喺電照街右轉進入翻去渣華道啦，然之後呢再喺渣華道右轉翻入去民康街啦，喺民康街呢再直上翻去健康西街啦，喺健康西街呢再左轉入去百福道啦，喺百福道呢先可以再左轉入翻去健康中街，最終咧就喺6分鐘後，下午3:21咧抵達咗北角健康中街嘅巴士總站。喺呢度咧就落咗1位乘客，嗰位乘客就係我啦。咁今次全程嘅行車時間咧係1個鐘頭6分鐘啊，1個鐘頭6分鐘嘅時間。你可能會諗，點解當初新巴會叫呢條路線做捷徑王啊？但其實咧要留意翻，以前咧西區咧係冇地鐵嘅。喺嗰個年代啦，其實當時候嘅巴士路線都係比較慢少少嘅，好多都要行晒全段嘅電車路啦，或者行啲比較慢嘅路段啦。我哋今次搭嘅18號線咧，其實已經係一個相對上叫做行得比較快少少啦。咁可以咧係有啲位係避開翻啲電車路啦，行翻干諾道西啊、干諾道中，會行下告士打道咁樣啦。咁當然放翻喺2025年嘅今日嚟講，呢條路線咧就絕對算唔上係捷徑王噶啦，絕對唔係捷徑，唔係快噶啦。因為相對之下，譬如搭港鐵啦，由堅尼地城去到北角，只需要19分鐘嘅時間，係比我哋搭緊嘅呢條18號線咧係快3倍嘅。咁所以呢條路線而家已經係好少客人咧會搭得一個比較長嘅距離啊，多數咧都係搭啲比較短嘅距離，做啲流水客為主啦。咁就係咁樣咯。如果你好多時間嘅話，咁你就可以試下搭下佢咯嚇。今集去到呢度係咁先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